呀，小蜜蜂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大家一起来做工，来呀，难得了哈，做得大样安定一下的哈，我听安尼阿炳哥讲啊煮料理，阿炳哥来要他讲一下有没有做嘛来？气死马铃薯煎饼。哦，气死马铃薯煎饼，古手呀，咩迄算迄西式的吗？嘿，有一点，但是吼是从应该把它做咧煎饼那种感觉的啦。哦，哎，莫不用粉啊，用卵料的啦。哦，好啊，这样啊哈，那种料理啊，听出去小朋友的真好食嘞。嘿，要咩？你先拿咧马铃薯啊，好，再个落去煮过，好，再个煮一下。帮要全部熟啦哈。嘿，还有要人切的感觉。哦。跟迄假是迄完全生的就较慢，容易煎得熟的哈。嘿，我一直在个落去煮一下，因为等下有煎嘛，煎这样以后时间长短，好一下子煎到又熟嘞，结果底位马铃薯冇熟，嘿，又先那个煮过，那风吹条未强咯。风吹，咩嘿？哎，不用对嘞，气死，嘿，气死条。哇！用只卵烤落去。哎呀，培根嘿，底下煎咖这样一边。嘿。要切吗？那还剩切。没有切。嘿。要切用哎，我还用天数嘛。哦。还剩了切，好，切油。那个甜薯来搅的时候咧，那切等下先煎过等下后冰落去。因为咱讲培根咧，吼有油啊，你摸咧煎过吼，又会冲油。哎呀，关键我知道煎过没要较香，嘿，口感没要较好，唔好吃到那种爷感觉。唔是不用油哈？唔是，你看伊个培根咧大个个，一批啊，去散青油样嘅吼，伊底会冻到油。真容易准批的按用个培根，其实从散青油同样冻酱。你上次讲卖到冲批的唔好，冲烧咪唔好我看用啊，这都有常说，你买到唔好嘅，咁用个培根哦，同像迄用冻豆腐去甜的，然后去再制的。嘿，因为看起嘅色，吼，上次讲我哋系色到冻风啊，吼，其实咪唔好，吼，那种冇甜眼的缝啊，头多咧油啊，那种冲批冲不出来油，吼。东西等下做呀，红菜啊，其实咪唔好食。哦，冲烧咪重啲，培根啊，是食起个油。呀，吃出来唔是个用盐嘛，也系用乜个调味？唔是诶，其实用啲等下用啲个胡椒粉啊，用啲看起是介梅头啦。冇了啲位要用培根，啲位要用起司。对呀，起司咩咸？要出嚟咸嘅哦。用啲染啊，小五号是重口味。哦，跟住变化大啲喂。哎，唔辣啊，个变化大啲喂。小五重口味，用胡椒粉，哎。嗰种的苦茶油嘛。哦，有吗？因为福果咪好食油，唔怕。哎，啊培根油要冻香。咁用桂干的好味啦，哎呀，桂干的下油。懂得来，呢度先得跳群嘅啦，哎呦。你看，哎呦，你培根个煎好是油是冻到咧。你啊，冰到啲係幾多來？嘿。你看啲煎饼哦，其實未做得煎細細才會食，吼，未做煎幾地，樣嘢，係。
遐碱软的吼，加上迄个冰茶味加用的面粉啊，嘿，要做的像煎饼安样。嘿，没做在冰到粉啊，是用那煎饼咯。煎饼好多人家通常在是那种泡菜煎饼啊，那种啊，一直做喺冰到粉，哦，面粉下去。呀，出菜敢都传统有安用的菜色，也很自家。好烧啦，串汤哦，好烧已经做了用脆啦。伊了，意思是讲做到像点心啊，听讲啊，生意当好是那种的，做到点心啊，了都做得肉。我用暗用的做法，我想看啦，应该跟那个你都诺贝尔传统是 brunch， 有个用的马铃薯饼。有马铃薯煎饼的有。佢咁係愛未共用愛鹹，安樣通過。有的有煎通过，冇是会叫它切好油的。哦，切好油的，然后就規下上上那樣。嘿，上下去。有痛到嘅，冇辦法翻。爱吃的哦，这样用的做厨师啊，职业伤害啊，都在这里。对啊，以前用还有宝贝啊，那种水晶的边，有听啊，这种中餐厨师的寿命都比较短，就是说，职业的寿命比较短，因为给的全部都是要那种快炒，有冇？嘿，因为那个宝贝吼，穿好冲啊，弄太大宝贝，我伊。我用2眼睛、3眼睛去喷，一点一种做是3红菜、5红菜，就是炒就硬翻。迄是讲个四川哦，有咧有沙拉哦，有前菜那都其实是做冷的，哦，冇大红菜是炒一红意大利面。我知道给煮给四川那个用的木头没木马桶。嘿，记住好偏好细只的，没木安泰的火。其實一下就有批到嘅香味嘅呢。一軟哦，我哋煎軟嘅，即係聽佢煎到樣嘅，哦，像咁擦擦啲軟嘅味道，凍就會出來。係卵磷脂嘅味道。好，差唔多咯。你呢度按做10個煎地。像到按用嘅做法哈，除了做馬鈴薯以外啊，哈，迄個用嘅咩做得呢？南瓜。哦，未做得啦。哦。你呢度。你讲了的根茎类了都脆吼，有种有做了用煎啊，用泡的吼，像了番薯，菇啊，了都穿做那种。哦，不过菇的就要杀熟哦，因为菇的好像冇所谓咬人啊。嘿，了像了猪啊、菇啊，了都吃的，有像了马铃薯啊，风菜条去咯，我先来到去煮过，哦，要先煮过去哦，等下来煎的时间好不熟。伊讲了，人家马铃薯哦，我讲看到葱头大块，其实哦，做出来这些想没想过，你系用半边的，人家冇强落的感觉。那知道亚章的亲人呢，像系大概，因为出题本来我就会上动多，然后后来就上多的，就跟我们平常他接周的啊，就会知道个啊，给当像当普遍啊，当接周，自家知道当接周啦。然后就会上动多，就会上个边母穷用诶，有时候还蛮为难自己的。上次讲一行东西的，葱条看会到啊，讲咧讲咧葱条啊、风菜条啊，跟住咧葱条大看，结果讲真紧做咧一行东西，用把去变到咧主角，然后因此真紧东南上。真紧。
然后就剪头样紧，擦擦样紧哈。你要做两袋哦，嘿，要做两盘哦，排队哦。哎呦，感觉好像公然之下。食材唔咩啦，食材个你要准备烫豆，好，我今天没打松，自己要找台阶给自己下，有没有？你用爱讲，因为个几样东西哦，简单哦，通菜条哦，莲薯啊，变到培根，哦，又再卵啊，哦，变到起司，简简单单，其实做出来，感觉冇恐龙。你用底部变到海参啊，变到乜个其他材料啊，穿做得。我会哈。哦，应该了哈，来切细的，哎，切一袋一袋，你睇等下个切到一袋的好食。那本小虎说的唔是按功夫啦。哦，冇爱切好细的，你本去切，哎，要切开了一袋一袋就，披萨的感觉样嘅，哎。一个摆盘也蛮重要的。哎呀，摆落去就吃到，哎，就喊它澎湃哈。我就一种乱变的感觉，听听。哦，万丈高楼平地起。还有它。动咱的问题啊，一动一地啊，哎呦！哎呦，你啊，真的当然摆唔落去的啊，唔营养的啊，很麻烦哦。我帮你消灭它。好。好深哦，这我们的狗。你不係頭色咧，這個唔得講。好，你看，你看紅菜，起司馬鈴薯煎餅。起司馬鈴薯煎餅，培根切一條條的，剪到叉叉，撒點甜馬鈴薯，放落配咧，培根、cheese、卵、鹽，攪勻做成麵醬，切一條麵醬，剪到上色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做得豆上粥咯。